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4号，今天是圣周二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14节，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大能。不只是在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，那的态度一般人很难了解。对于复活这件事情更不用说了，能够接受的人真是少之又少。但是这个事情既然出自于上帝的旨意，那么上帝自然会完成他的工作。而耶稣基督的受难则是一个恩典降下的过程，虽是苦难，却成就了上帝的救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定义要完成的事情。以赛亚先知说，上主对我说，我的仆人啊，我要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我要你复兴雅各的各支族，领回以色列的子孙，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光，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。以色列的救赎者，神圣的上帝这样说，那受人藐视、为万国所痛恨、被统治者奴役的人啊，君王将在你面前起立致敬，权贵也将向你下拜。这事一定成就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选召了你，上主必持守他自己的应许。基督要成为世界的光，成为世人的拯救，但是世人却不明白，也不愿意接受。因此我们看到，当希腊人要来求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又说了预言，他自己要受难。然后他就说，光在你们的中间为时不多了，你们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继续行走，免得黑暗追上你们。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。趁着你们还有光的时候，要信从光，好使你们成为光明的人。上帝使基督成为世界之光，并且让相信的人因为跟随着光，成为光明的人，并且也成为世界之光。这样的救恩就是因着上帝的大能与智慧，是人们难以理解的。如同先知这样说道，上主说，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。正如天高过地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因为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拯救，接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这个事情对某些不明白的人来看是愚蠢的，但是那一些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智慧，保罗其实在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信当中说到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，在那一些走向灭亡的人来看是愚蠢的，
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，却是上帝的大能。因为圣经说，我要摧毁聪明的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基督是上帝的大能与智慧，一般不相信的人是无法明白了解的。保罗又说，那么聪明的人在哪里呢？博学者在哪里呢？世上的雄辩家在哪里呢？上帝已经使这世界的智慧成为了愚拙。上帝运用了他的智慧，使世人不能够借着他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。相反的，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的那个愚拙的信息，来拯救信他的人。关于智慧的事，保罗更明白地指出，犹太人要求神迹，希腊人寻求智慧，我们却宣扬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信息是犹太人看来是侮辱的，在外邦人看来是荒唐的。可是在蒙上帝选召的人眼中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这信息是基督，他是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智慧。是的，上帝的智慧无法以人自以为是的智慧来了解明白的。我们刚刚也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话，说到了上帝的旨意高过了我们的旨意，上帝的意念胜过了人的意念。保罗说，上帝的愚昧胜过人的智慧。因为所谓的上帝的愚拙总胜过人的智慧，所谓上帝的软弱也胜过人的坚强。弟兄姐妹们，要记得上帝呼召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处在哪一种情况下？从人的观点看，你们很少是聪明的，很少是有能力的，很少是有高贵地位的。上帝偏要拣选世人所认为愚拙的，来使聪明人羞愧。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，来使坚强的人羞愧。上帝也拣选世人所轻视、厌恶、认为不足轻重的，来推翻一项被认为重要的，使人在上帝的面前无可夸口。然而，上帝使你们得以跟基督耶稣联合，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借着他，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，并且得到自由。正像圣经上说，谁要夸口，就该夸耀主的作为，基督的救恩，上帝的能力与智慧。这个智慧很难明白，但是对于接受基督救恩的人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14节，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搭救我，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拯救我，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，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。
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凶暴邪恶者的势力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希望。我从年幼时就信赖你，我一生都依靠你。我一出母胎，你就保护我。我要始终颂赞你。许多人以我为怪物，你却一直巩固我，成为我的避难所。我整天颂赞你，我宣扬你的荣耀。现在我老了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；我衰弱了，求你不要撇下我。我的仇敌要杀害我，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付我。他们说，上帝已经抛弃了他，我们来追捕他，没有人能救援他。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快帮助我。愿攻击我的人失败消灭，愿要伤害的人受辱蒙羞。我要始终把希望寄托在你，我要更加的颂赞你。感谢上帝赐下拯救的大能，使一切相信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都能够蒙恩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注目看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从生活中荣耀基督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